2025年世界露营大会，人34年，即嘛是搁转来咱台湾举办啊。不过因为有真侪场地设备无够，所以要是选伫咧1991年的龙门营地来举办。实际上，现此时咱国内有真侪露营的场地，要是无合法，嘛引起真侪争议。即嘛观光署回应讲，会好好来检讨，嘛会辅导业者。继34年2005世界露营大会会重新转来台湾举办，不过中华民国露营协会南北找适合的所在，真侪所在设备不足，需要投入成本伤悬。尾也是转来到1991年办过世界露营大会龙门营地。南部、中部到北部，我们这样找了一圈以后啊，那最后我们还是想想。还是只有这个东北角的龙门，它的规模大概到目前为止是全台湾最大的。根据观光署的统计，全台湾有1906位的露营场，也无合法露营场，敢若有159位，也无够一成。林镇长认为讲，国内露营场拢较小型，现行法规对业者来讲也伤严格，包含位伫农牧还有林业用地露营场面积应该伫1公顷以下，敢若温泉设置营位，还有卫生设施管理设定，总计袂使超过660平方公尺，无够8营位，无经营规模，拢互露营真小型简单化，而且欠缺明确产业政策，露营场袂歹，毋过真细，我都得到国际水准。过去露营不是很夯的时候，大家都不注意到。那这个，但是露营夯起来，所以我觉得政府的法令都永远走在这个时代的后面呐。露营场申请登记设置分成2大阶段，第一阶段需取得土地使用许可。通过以后，就可以依照建筑法申请建筑执照，依水土保持法提送水土保持计划书等相关作业。一般平均整体的流程需耗费大概需要2年的时间。观光署也进一步讲，近年来已经办理多场访谈、说明会，收集地方政府业者意见，并且随时检讨相关的法规，并且积极辅导露营场为优先办理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